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就嚟講解一下首尾呼應應該要點樣寫呢？其實首尾呼應呢，有3種唔同嘅方法可以去做嘅。首先係問答式啦，然後係反覆句，仲有最後一種呢，就係懸念法啦。咁首先我哋就睇最簡單嘅問答式先。其實呢一種方法呢，大家喺小學嘅時候已經學過㗎啦。不過我估大家應該會唔記得，好簡單嘅啫，就係開頭呢提出一個問題，結尾嘅時候呢回答返呢個問題。呢個就係最簡單嘅一個首尾呼應啦。咁我呢度亦都有一個例子啦，就係2017年DSE 足印為例嘅。咁開頭呢就可以講，我喺度諗咩係足印呢？結尾嘅時候呢就回應返啦。我諗呢，足印大概就係每個人成長嘅證明。咁樣呢就構成咗一個最簡單嘅首尾呼應啦。第二種方法呢，就係反覆句，咁其實就係開頭同埋結尾重複同一個句子就 OK 啦。譬如2022年嘅 DSE 微笑以對咁樣，我呢度嘅例子呢，就係開頭嘅時候呢，就講人總要學會對許多事情都微笑以對，結尾嘅時候呢，再重複呢句話，然後後邊再加一個自己嘅總結就 OK 㗎啦。最後亦都係大家最熟悉嘅，就係借景同埋借物抒情啦。咁開頭嘅時候，可能我哋借某一個景色或者某一個物件去抒發自己嘅感情，結尾嘅時候呢，再回顧返呢兩樣嘢，咁就 OK 啦。咁我呢度嘅例子呢，就係2023年DSE一次百感交集嘅聚餐。開頭呢，我哋就可以寫行過熟悉無比嘅茶餐廳啦，可能呢，我就見到幾個着住校服嘅少年，不禁呢，就諗起自己曾經呢都係裏邊嘅一員。咁結尾嘅時候呢，再回應返呢樣嘢，呢一個呢，亦都係大家最常用嘅一個首尾呼應啦。其實大家喺做閱讀理解嘅時候，對於首尾呼應呢一種方法呢係非常之熟悉嘅。但係到咗寫作文要你自己去用翻出嚟嘅時候呢，大家就懵成成唔識用啦。咁所以呢，今日就同大家講咗3種唔同嘅首尾呼應方法啦。希望大家呢可以喺考試嘅時候呢將佢用出嚟啦，令到文章呢喺表達分上面呢可以有一個自然嘅分數提升啦。今日嘅視頻呢到呢度就已經結束啦。如果大家想要去索取有關嘅筆記呢，亦都可以揾我嚟查詢啦。咁多謝大家支持先，我哋聽日再見啦，拜拜。